电影消息来看，高雄主管的鹅寮渔港对外道路是边啊休困日就会塞车，在地通安桥是按1亿外经费，今年就要来重启完工，大家发现讲是完全袂当接起第17线，这交通的问题共款是完全拢无解决。干务局是强调讲，会搁检讨来规划，搁开一条新路，明年就会来动工。 蚵仔寮渔港的摊商骹手溜俩，有人碰就紧甲金马保护满。无论是平常时或者是休困日，来蚵仔寮观光食海产的人，查。不过当地民众讲，蚵仔寮长期拢靠同港路这条路来出入，便若休困日，海港就会规条路拢塞车。当地新起的同安桥煞嘛有问题。伫白楼来到接阮这个所在吼，都要3公里，3公里远吼，拜六。 礼拜拢塞车，所以做歹疏通的。现在里长都讲啊，同安桥做好后边无通啊。那时候我心里就燃起了一个疑问，我说为什么桥按政府开几啊亿来改造一座桥，但改了新了后边无通。 原来同安桥2022年因为判定无安全，红铁图开1亿2600万的经费重新改建，打算要接电宝桥的补换，又阁有新台17线，正做替代道路。想袂到新台17线甲补换的地势，煞前差有3米，无法度对接，接过就要通车的同安桥，煞面临有桥无路的状况。垫高3公尺之后。 却发现出去是不安全的所以他们当新工处个交通局研究无法度的时候，我嘛都讲，你若这个旧的路线，你无爱互阮通，你爱导阮研究另外一条新的路线。新工处评估都市计划道路开辟长230公尺，宽21公尺，所需经费约9500万，已提报市府循预算程序编列。新工处表示，未来同安桥南边会开新路接万港路，海线地区会当通过新的车路，佮接对新台17线，希望会当改善蚵仔寮当地交通塞车的问题。目前已经摕到道路用地，并预算上紧明年动工。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